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再次翻嚟小熊影視，我係呢條頻道嘅主持人小熊。我嘅頻道早前就成功突破咗5000訂閱。我除咗講恭喜之外，我都唔知應該講乜嘢好啦。不如就趁住呢個機會同大家做個 Q&A 啦。早前有啲觀眾留咗問題俾我，我就趁住呢個機會解答一下大家嘅疑問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嚟第一條問題。第一條問題就係問我可唔可以影下你個 BB 啊？答案就當然可以啦。最近我推出嘅一條新片裏面係有佢個樣噶，同埋你哋想睇多啲就記得 follow 我同紫米個 IG 啦。好啦，下一題，有個觀眾就問我可唔可以宣傳下我個頻道啊？我嘅答案就係唔好意思啦，因為我唔方便講出口同埋講粗口。好啦，我再補充多一句啦，其實每一個做 YouTuber 嘅朋友呢，都值得大家支持嘅，因為經營一條頻道絕對係唔容易。好啦，下一題，呢位觀眾用英文發問嘅喎。Which city bus routes do you like？ 算吧啦，都係講翻中文啦。佢應該係想問我你中意城巴嘅邊條路線呢？答案就係63，記得多啲幫襯城巴啦。下一題就係想問我最想揸嘅城巴路線係邊一條呢？括弧前新巴路線唔計。其實我未有一個好確實嘅答案啦。我唔知係咪 YouTube 都有一個 AI 分析呢？佢其中一個答案就係竟然係咁講嘅喎。好多路線都想試下，仲有另一個答案就係應該係14啦。好啦，下一題，點解當初揀喺城巴嗰度做，唔做九巴或者大嶼山？因為新巴同城巴嘅專營權合併，所以我就順理成章成為城巴員工啦。其實仲有另一個解釋嘅，就係當初入職嗰陣呢，我係揀新巴嘅，因為唔需要輪早夜，同埋有將軍澳車廠方便我返工。繼續下一題，小熊同紫米點樣認識？兩個字解釋，緣分，同埋其中一方主動打招呼咧 ，say 個 hi 咁樣，之後傾偈啦，約會拍拖啊，訂婚啊，結婚同埋生埋仔咯，就係咁簡單。下一題就係我最喜歡嘅巴士型號，個答案就係利蘭奧林比安啦。好可惜，全數已經退役，冇機會再揸啦。除非公司有一日復收咗嘅178可以再次喺街上面行走啦，希望到時有機會揸啦。下一題就係問我有冇考慮再做66。我暫時未有呢一個打算。下一條問題就係你經常駕駛或者多數揸邊條路線呢？個答案好明顯啦，就係63啦。多啲過嚟坐63啦，或者有機會見到小熊本人嘅。好啦，繼續下一條問題，你認為做巴士車長最開心嘅事？喺現實方面就當然係有汗出等於有糧出啦。其實仲學到好多嘢㗎，例如提升自己嘅駕駛技術啊，對路面嘅認識啊，對法律嘅認識等等啦。當然有一樣都開心嘅就係認識到一啲同事，大家仲可以成為好朋友添。繼續下一題，城巴嘅月薪有幾多？呢個係公司內部嘅資料嚟喎，我都唔清楚，唔知點答你啦。其實唔同嘅職位咧有唔同嘅薪酬㗎，我建議你有興趣嘅話可以嚟我哋城巴嗰度見工啦，可以了解多啲。下一題就係問我點解中意揸巴士呢？其實唔係淨係巴士嘅，有好多車我都揸過，例如私家車啦、輕型貨車啦、的士啊、滑板車啊、單車啊、鏟車啊、手推車啊等等我都揸過。下一條問題就係問我有冇揸過應援巴士呢？其實城巴都曾經出現過好多唔同嘅應援巴士嘅，其中一架我揸過嘅就係，但唔知講唔講得啊？講出嚟會唔會俾人話㗎？Oh my god！就係5602啦，嗰個好似叫微辣嘅其中一個叫咩林某發嘅人啦。That's it。好，講完。下一條問題同巴士冇關喎，個問題就係問我兒子係龍年 BB 嘛？冇錯啦，我個仔係2024年9月出世嘅，係龍年寶寶。接住落嚟下一條問題，巴士牌喺巴士公司度考定係喺出面考？我個牌就喺巴士公司嗰度考嘅，當年入職新巴嗰陣就喺度學車兼考牌。下一條問我最中意揸邊款車，個答案就係5701，好快就要轉 number 啦，佢要轉做51496。個車型就係 ADL 嘅 Empower 500mmc facelift， 最緊要就係 Wolf 波箱。Next question is English。話再一次用英文發問，我真係考起我啦。Will next city Hanoi 10 store？ 我估計佢就係問我會唔會拍一條片係城巴搭10程車10個站。我暫時未有呢個打算，因為我好怕長時間咁樣坐巴士。
下一條問題係問我最難忘嘅揸巴士經歷，個答案呢就係796E 嘅乘客事件，因為呢一件事呢令我第一次收到乘客嘅表揚。但係詳情係點，我唔喺度講咁多啦，大家有興趣就可以重溫呢一條嘅影片啦。呢條問題又同錢有關嘅喎，你每個月靠 YouTube 可以賺到幾多錢呢？好老實同大家講啦，其實月入呢係得3位數字，因為我本身有份正職咧，又要照顧小朋友，實在太忙啦，真係冇咩時間去經營。不過我都會繼續去更新同埋繼續出片嘅，多謝大家支持。Thanks. 下一題，成為巴士車長係咪你兒時嘅夢想？細個嗰陣曾經有諗過，大個亦曾經諗過放棄，但係最終決定一試，加入咗新巴做車長，直到而家去到城巴繼續服務大家。跟住呢條問題同上一條都係差唔多嘅喎，幾時開始做車長？點解會揀做巴士車長？個答案就係2017年1月開始入新巴做，個原因就係因為收入比上一份工作高。下一條問題就係問我有冇試過工作期間遇到一啲比較麻煩嘅個案，擔心自己都未必應付到。幸好我暫時就未遇到呢一啲情況，多謝關心。下一題就係問我點解你唔揸機場路線呢？其實我本身都好怕坐長途車㗎，更加唔好講話揸長途車啦。前排有一日我坐 E11A 咧，由航天城去到灣仔咧，竟然嗰個車程係要坐成90幾分鐘嘅喎。我試過揸682啦，又係要90分鐘以上啊，真係覺得好辛苦。下一條問題就係問我有冇揸過69000，個答案就係冇嘅，因為呢款特別嘅車型咧，首先係要進行訓練先可以揸㗎。繼續下一條問題就係問我，你到底屬於邊間廠㗎？以前就一定係將軍澳廠啦，因為我曾經做過796X、796C 同埋793嘅自軌。而家我估係應該當我係創富廠啦，因為63自軌。不過我嘅簽到地點就係海洋公園車廠咯，所以呢方面真係有少少混亂。下一條問題，你會唔會揸鴨脷洲嘅線呢？個答案就係正常情況下都唔會啦，因為本身我唔熟悉嗰個區域。但其實新入職嗰陣咧，師傅又帶過我哋操91，但係就從來都未揸過呢一條路線啦。終於嚟到最後一題問題啦，好多謝大家可以睇到而家。個問題咧就係揸過最高難度嘅路線係邊一條呢？我認為係15。喺僑福道油站對上咧比較多盲彎啦，同埋嗰條路越行越窄嘅，要小心啲大型車輛對頭。加上文輝道裏面咧好多嘅田螺車牌喺度啦，同埋個迴旋處基本上都係要倒車先走到嘅。好啦，睇到呢度解答咗好多唔同觀眾嘅提問，相信大家對小熊會有更深入嘅了解同埋認識。如果大家對於巴士嘅題材有興趣咧，無論你係想了解巴士行業多啲啦，巴士車長嘅工作啊，或者係了解小熊本人多啲啊，都請你記得訂閱、留言、讚好、分享。其實仲有一條問題咧，係范先生好耐之前問我㗎。當我達到1000訂閱嗰陣，佢問我：小熊，其實你有冇信心可以去到1萬訂閱啊？咁嗰時我都諗咗一諗，真係冇咁嘅信心喎。但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俾多個信心我啦。1萬訂閱嗰陣再同大家做個 Q&A。好啦，下一條影片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